睡前故事書，自閉症兒童有睡眠問題嘅情況比一般小朋友高，而心理因素係其中一樣導致睡眠問題嘅成因。對於自閉症嘅小朋友，佢哋嘅感知系統過於靈敏，同時容易感到焦慮。我哋唔難發現自閉症兒童內心會慢慢累積咗好多壓力，從而影響睡眠質素。親子睡前閱讀時間喺呢個時候就可以幫到手啦。根據薩塞克斯大學進行嘅一項研究發現，閱讀可以將壓力水平降低68%。睡前閱讀可以幫助自閉症小朋友建立輕鬆嘅氣氛，喺閱讀嘅過程入邊慢慢減低壓力。親子閱讀同時間都增進緊小朋友同照顧者嘅關係及安全感嘅建立。喺選擇圖書上面，我哋有一啲基本原則，當中包括選擇紙質書本、多圖小字嘅繪本、兒童有興趣嘅圖書，內容宜平靜，避免恐怖驚嚇嘅內容。書本頁數唔好太多，需跟翻兒童嘅年齡選擇。照顧者聲音宜溫柔、平靜、細聲。閱讀期間可與子女互動，如簡單邀請兒童指出書本入邊某啲物件等，也可適當地鼓勵。記得睡前閱讀並唔係着重小朋友學習文字或知識，而係創造一個輕鬆嘅親子時間，令兒童可以準備入睡狀態。